真侪摆列的下巴盐田是台南半门井仔卡下巴盐田的特色，搭配一边的盐田露水的倒影，以及光影交织变化万千的彩霞，景色非常的迷人，总是吸引一个游客前来佚佗。整个区域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维持了它一直以来200年这样的一个风华。它现在还是有在人工晒盐。11月一直到3月是瓦盘盐田整个生产盐最活跃的这时候。井仔卡下巴盐田是台湾现今上古早的盐田，延续了100年的排盐计划，并宣扬排盐文化，同时引进民间资源，开发多元的盐文化商品。另外，结合当地的平安洋节活动，将这成功打造为一个兼具文化保存、环境教育的所在。我们之所以会去参加柏林影展，我们想要传达的是，这个地方不只是现在在生产盐，各位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会现在有4个这个让游客去做一些体验的，就是我们想把这个一级产业的这个生产盐，逐渐把它带入到跟油气跟游客来到这个地方走所谓的环境教育，让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哇，玩盐巴，原来这里盐田是这样产生的。你所接触到的盐，可能小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他一辈子没有在盐巴里面打滚过哦。所以我们整个画面呢，把平安盐祭的请盐跟这个送盐的这个仪式带到这个里面来，就是想要去传达井仔角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历史产业文化的这样一个意涵。它不是死的，它已经除了存在这个生产之外，也转型的，它跟生活都跟旅游很有关系。它还是一个活的盐田。那这个活的盐田不是只有纯粹晒盐，晒到大粒光、细粒光。你来讲啊，一颗盐一粒汗。那现在就是金在讲，你看现在里面都还会有人在那里面去玩盐田，去推一下盐田，享受一下哦，原来盐田要晒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部影片是由芬嘉南风景管理处所制作，同时得到今年柏林旅展金城门奖生态旅游类银星奖，加上先进的侪国际酒项，让井仔卡下巴盐田成为国际认证的环境影像旅游景点。台南新闻综合报道。